最近晚飯過後都會留啲時間嚟學中醫，因為有啲時候覺得中醫比西醫更加貼近身體嘅整體節奏。佢唔係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而係慢慢咁引導你去聽身體嘅聲音，順應四季，調好氣息，翻去平衡嘅狀態。慢慢開始認識一啲草藥同埋食材背後嘅用途同埋邏輯，好多細節其實都有講究嘅，唔單止係食啲咩，而係點樣去食，咩時候食先至係對身體好。啱啱搬到去新屋2個禮拜，收拾完屋企，跟住又係一連串嘅工作要處理，忙咗一日，晚飯燉咗啲銀耳糖水。今晚呢，就直接罷工，先唞下先。最近呢煲糖水幾乎變成係固定嘅節目，健脾潤肺去濕氣，順便仲開滿咗下想食啲甜嘅諗法。我將食譜亦都放喺呢一邊，大家有興趣嘅話，亦都可以喺屋企試下。燉好之後就可以食㗎喇。如果大家覺得麻煩嘅話，就可以燉多啲。冷藏保存食2到3日都係 OK 嘅。我自己習慣最後會加少少嘅椰漿同埋蔗糖。而家好多人會擔心攝入糖分，但係其實一日控制喺2湯匙以內，對大多數人嘅健康都係冇太大嘅問題嘅。而且適量攝取天然嘅甜味，反而係對脾胃有幫助。當然呢度話嘅好糖指嘅係好似蔗糖呢啲天然嘅糖，而唔係精煉過加工過嘅白砂糖。近排先置辦咗一啲日常嘅必用品，好似餐具啊、床品呢一啲。客廳嘅佈置仲未嚟得切搞。而家嘅客廳仲係有少少空蕩蕩嘅感覺，但係正因為咁，先會感覺到空間仲留咗好多嘅生活感，可以慢慢填滿。食住甜品喺沙發上又睇咗一次破地獄，最近喺線上終於可以睇啦。呢部戲之所以有咁高嘅票房，可能係因為真係篤中咗好多人嘅心。平時我哋唔太願意講嘅或者會避忌嘅一啲議題，喺電影入邊用一種好特別又唔煽情嘅方式將佢攤開嚟講。一開始以為佢講嘅係殯儀生死，但係其實遠遠唔止呢一啲，佢觸碰咗好多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嘅隱痛，同性、性別平等、老年化、移民、生育、代溝，仲有照顧者嘅孤獨。我喺幾個片段入邊真係忍唔住喊，尤其係最後嗰幕，個女衝入去火海幫老豆破地獄嗰一刻，眼淚係直接飆出嚟㗎。我並唔係一個識得講我愛你嘅老豆，你一定要答應我，你要學識當自己嘅珍寶咁去珍惜自己，你知道嗎？冰箱仲有包牛腩，今日想燉個清湯腩。牛腩已經提前浸泡1個鐘㗎喇，跟住凍水落鑊，焯一下水，
焯水嘅同時，將白蘿蔔批皮滾刀切塊備用。將牛腩撈出嚟之後，泡沫呢就用清水沖乾淨，再放返落去鑄鐵煲入邊，加幾片陳皮、一粒八角、一片桂葉同埋幾片薑，再加足量嘅水。本來想順手加啲洋蔥嘅，等湯頭會更加甜啲，但屋企冇就算數啦。最尾冚蓋，細火煮1個鐘。牛腩呢就喺廚房慢慢燉，我就喺客廳拆快遞。搬屋之後，廚房幾乎咩調料都冇，呢幾日就陸陸續續補咗一啲經常用到嘅。順便亦都將櫃桶執咗下，差唔多可以正常煮飯㗎喇。燉咗1個鐘，然後就將白蘿蔔亦都放埋落去，繼續燉1個鐘。牛腩燉好嘅時候就已經天黑，乾脆就等佢繼續燜，聽日再食。今日嘅晏仔清湯腩蝦子麵，呢種麵其實係鹼水麵嚟嘅，從細食到大，大概係習慣咗嗰個味道，所以到而家仲係好鍾意。呢一次呢，就簡單將麵將佢焯熟。因為琴日嗰煲湯呢就冇放洋蔥，所以今日就另外加咗啲松茸調味料嚟補一補個味道，直接將佢加入琴日煮好嘅清湯腩入邊。相比起其他麵，鹼水麵嗰種微微彈牙，帶有獨特鹹香嘅口感，簡單一碗食住就會有嗰種好熟悉、好舒服嘅感覺。最後再撒啲蔥花就完成㗎喇。食飯嘅時候，順手翻出之前收藏嗰個講食品添加劑嘅節目，邊食邊睇都幾送飯嘅。食牛腩同埋蘿蔔嘅時候，我自己仲鍾意加啲牛肉醬，唔辣但係好香。食完之後換件衫，簡單收拾下，下午準備去參加個環保嘅集市。